由金马、金钟双金团队联手打造，辉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实境综艺节目《少年侦探诞生》，是一档结合明星效应与法治教育专业的创新实境综艺节目，预计在9月份起展开制作。剧组特别选在台南司法博物馆取景拍摄，艺人隋棠、王彩华、温升豪与黄瑜婷也都一同出席宣传。我跟升豪哥呢，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神秘五金行》嘛，所以我们非常有默契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一聊呢就可以聊很久，然后都蛮好笑的。然后跟糖糖呢，也有合作过戏剧的。然后我觉得糖糖呢，真的很有正义感，而且呢，对青少年、幼儿呢，都是一直在为他们发声。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基本上呢合作起来呢，真是快乐无比。我们今天这个案件有遇到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们还是会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跟他们沟通啦。但如果是在就案件本身来讲，我们会严肃看待。我觉得这个拿捏，我们应该是游刃有余吧。市长黄伟哲也代表全体市民向《少年侦探诞生》制作团队表达欢迎。这个地方真的是林委员很大力帮忙能够顺利的让这么美好的司法博物馆能够成为我们少年侦探诞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因为我知道从第一排以后的大家都在晒太阳，所以不宜久留，不然妆会花了那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的。那代表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欢迎这部这么好的一个法治教育的片子，而且真的是集公益跟艺术为一身，就感谢王导了那因为这边诈骗这么多那所以说非常非常需要在从各个方面的层面，那代表所有台南市市民欢迎，希望在台南市又多一佳作。谢谢季导，祝福大家。少年侦探诞生以戏剧化情境模拟与娱乐互动为核心，节目设计透过少年侦探、明星、律师及法官一同参与案件调查与推理，最终在模拟法庭展开辩论攻防，带领观众从娱乐过程中理解法律的运作与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